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篇、弥迦书第7章18到20节、加拉太书第5章第2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没有别的神能够相比。上个礼拜，牧师受邀参加一个会议，那这个是某个大学有教授、有校长、院长，还有许多教授一起开会。会议开始的时候，因为主持人介绍我是三峡教会来的牧师，而坐在我身旁的就是学校里的院长。他就开始跟我聊起天来，又听说我刚刚从美国的加州洛杉矶附近回来，我的话题又马上就转变到他有亲人住在这个东洛杉矶啊。那院长说呢，他们是基督徒哦。然后我们的话题又因为这样又跳回到了信仰上面。他非常好奇三峡教会如何在三峡地区来传福音，因为他说在三峡的祖师爷庙这么的香火鼎盛，要传基督教不是很难吗？院长就问，这个问题的确是让我沉思了一下。没有多久，我的脑子里面就出现了三峡教会的创办人马偕，以及有关他在147年前来到了三峡这个宣教的历史。我心想，马偕当时候初初来到三峡地区的时候，三峡并没有基督徒，甚至在当时候有人拿石头想要丢死这一位胡须番。而马偕的日记，马偕这样描述三峡，他说，台湾有2个很难宣教的地方，一个是艋舺，另外一个就是三峡。虽然是这样子，那为什么马偕还是要来三峡，甚至设立了三峡基督长老教会？教会今年是设立147周年的历史了。若不是马偕当时候的坚持，今日三峡教会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规模、环境以及教室呢？事实上，我们都知道，马偕所传的是那一位唯一、独一，而没有别的神可以比拟的、无可取代的上帝。虽然三峡祖师爷庙它香火鼎盛，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他们所供奉的是一位100多年前来第一位移民来到三峡的他们的祖先，所以才会称为祖师爷。虽然随着他的移民带来了三峡的成家旺盛以及现在的地位，但他毕竟是个人，在他还活着的时代，他可能可以叱咤风云，但是如今只不过是一尊木头或是数尊木头所雕刻的偶像，供人膜拜而已。这个彩绘的雕刻枯木是完全没有能力的，无法取代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相信所说的上帝。
弥迦书第7章18节到20节，先知弥迦这样提到：上主啊，没有其他的神能跟你相比。你赦免了劫后余生的子民，你不长久怀怒，却以不变的爱待我们。你要再一次以仁慈待我们，你要把我们的罪踩在脚下，抛入海底，正如你古时候应许过我们的祖先。你要对亚伯拉罕和雅各的后代显示你的信实和你不变的爱。在旧约时代的偶像崇拜无法跟上帝相比，在福音书时代，这个希腊罗马的时代，多神崇拜的对象也无法跟上帝比拟。因为所拜的都是人手所刻的偶像，无论是我们说的假神或是伪人，他们都不是真神，他们无法保守人。相同的，如果我们在信仰上的礼仪上过分的重视，把礼仪看为比上帝还要重要，那么这样的礼仪就与救恩无关，因为救恩是从上帝来，并非从礼仪而来。教会当中每一个礼仪都有其深刻的信仰意义，目的是应该要帮助信徒更认识上帝，更亲近上帝，更要依靠上帝，绝对不是那个高举礼仪限制救恩的做法，如同犹太人所坚持的割礼一样。保罗对于割礼的看法跟犹太教的传统有极大的冲突跟差异。他说：我保罗郑重地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接受割礼，基督就与你们毫无益处。现在我再一次的警告你们，任何一个接受割礼的人必须遵守全部的法律。想依靠遵守法律而得以跟上帝有合宜关系的，就是跟基督切断了关系，自绝于上帝的恩典。至于我们所热切盼望着的，是上帝会使我们跟他有合宜的关系，这是圣灵的力量借着我们的信心达成的。因为当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的时候，受割礼或是不受割礼都没有什么关系，唯有那以爱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才算是重要。如果我们非常明白的说，没有任何的神能跟上帝比拟，那么同样的意思就是说，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仪式能够取代上帝。同意吗？牧师喜欢提醒兄姐，如果有哪一件事情、哪一个东西、哪一个人、哪一个礼仪，在你我的心目当中的地位高过于上帝，那么那个就是你心目中的偶像了。因为我们非常清楚，上帝是无可取代的，没有任何一个神明，没有任何一件事，没有任何一个名人，没有任何一个礼仪是高过于上帝的。保罗说得非常清楚了，
因为当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的时候，受割礼或是不受割礼都没有什么关系了。唯有那以爱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才算重要。诗篇13篇，上主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？永久吗？你转脸不顾我要到几时？悲愁日夜侵袭我，我还得忍受痛苦多久？敌人向我耀武扬威，还要多久？上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答我，求你恢复我的气力，使我免于死亡。别容许我的敌人说，我们已经把他打倒了。别让他们因我的失败欢乐。然而我倚靠你不骗的爱，我要因你的拯救喜乐。上主啊，我要向你歌唱，因为你施恩厚待我。我们是多么的受赐福，能够领受上帝这无可比拟的真神与救恩。恳求主，你帮助我们在信仰上能够分辨，能够坚持在这真实的救恩真理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